是讲成个16年生的阿罗，我顺丰做嘅丈夫是自家养出来的。我是讲成个16年生的阿孙，我顺丰做嘅丈夫是世界上抢有一辆，唔是减囤骗人作通用的。我是讲成个16年生的阿玲，我觉得自家养嘅丈夫过奖，过出嘛过好高。我是讲成个16年生的露露。我顺丰做嘅丈夫是自家所养出来嘅，天然又环保。100多年以前，闽南曾经行嘅南洋重要嘅地方，生产南草形成一种客家嘅文化，亦可以外销，也成为大家装南上嘅一种形象。但是中间因为南草嘅经济唔当茶叶，还有人类嘅效益安泰，故所专做产生的断层，一项属于就强强的本意记唔得。但是我哋唔想就安尼比安尼消失，可惜南洋同自治南上成了我哋最大嘅挑战。我哋从教学生嘅种木兰、指点、让步都做成南上，最后行到舞台，都会学生嘅出家来哟。我爱向全世界展示南洋嘅奖，向神明、向灵山、向大家摆出最法律嘅姿势，就是你睇看嘅冇？唔可以再缺一些哦。